江义国搭美菜印度东埔向后山国主主题，迄印度的第三代上师，然后有1600人完成。从西元1772年到1911年的140年间，江义国搭一直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。也只上师一直是印度近代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政治的中心。到了下供养保存的大量当时遗留下来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。100年前已经有发现到塔巴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的时节，又有一批批的客家发现，陆陆续续从广东梅县草船的经过新加坡、马六甲海峡，来到江义国搭，慢慢的才也被落地生根。你来到亚美的时间，拄好迄间发现世界当年轻创业的前夜，就迄农历过年。你来好好的观察印度发现过年，然后台湾的过年有乜嘅无同样？5年前，迄家供养为点数出家木头，叠春联4月7，老太们切到逢节节的，一来有新闻，二来逢节推掉好事情。5年前的菜市场也贴得闹热。塔巴村的市场是利用口的规模和高的空气做生意。婆婆妈妈来到菜市的买菜买肉，准备做过年丰盛的料理。伊条出村人日拢无限，从伊条讲法呢年很有地道，当早饭伊去伊能够滚碗，最轻便宜站在塔巴来过年的。老朋友咁多年冇見面，當然我哋講面嘅。要空係嘅事，我唔記得邊樣嘅。空嘅嚇。空係嘅。阿文下。菜市場地度太酷份係遠遠年買菜買肉咁煩，各式各樣嘅菜就看得到，尤其係看得到反而過年一天愛食嘅芥菜。市場賣有賣春聯、賣紙炮，聽講當都係台灣一批位。兒子啊，在台灣。他幫你們帶，他幫你帶來的嗎？不是，我自己去了。哦，我去了2次。他是老闆，在那裡老闆。另外，塔巴當地傳統信仰嘅古婆，也在過年期間過生日。這古婆係依隻神明係嘛？其實也係一啲平民要係用嘅，平民就係話嘅呀，用皇太帝啊，上嘅神佢講嘅話話，就地中用皇太帝嘅話。水芝麻係重要嘅風俗之一。
印度人在繁衍准批新年的过程当中参与当中，从新年的变数到艺术的准批，就看你都记得会样的。在大巴村象征繁衍过年的排流，也开始大家切新的油漆。过年之前，印华文化发展协会在今年各大的口中国上，期盼的闹热的过年表演发通，来迎接新的一年。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, Indian friends, I'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day. Now that we have come here for already 5 months, our task here is to reopen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in Kolkata after 45 years. Here,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n Chinese, 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 ，Thank you， 谢谢 ，Thank you。在也在闹热的太平发通当中，众多繁衍的沙童出节目表演，来娱乐观众。也有当地的印度人去到外围观赏表演，警察维持秩序，无批的人做唔等一批。繁衍老印度人的界限，才也未看得当清楚。不过，印度的繁衍有越来越少的情况，也还没看得到印度人来凝视的。在他爸过年，咱我一只特别的发通就是演游
係由塔牆當年在平民中文學校期盼，又好食咧又好教嘅，不但搶塔巴村嘅飯員來教來了來說東西，也看得到當地印度人來釣鬧熱。以前飯員較多嘅時節，較鬧熱，人擠人，而下無按鬧熱咧。塔牆嘅附近人也在考慮，係唔係以後嘅工業可繼續攀岩遊飛？看山，看水，看花，看草，看石，看人。岩遊飛表演嘅節目當精彩。看得到舞台背景係二郎郎扮演中國主辦奧運嘅票子，畢竟奧運也係海外飯員期待嘅盛事。新年嘅太平洋唱唱跳跳，當有過年嘅氣氛，見到在台灣過年嘅氣氛冇安尼嘅。按部頭娘子嘅都田房嘅總體啤酒嘅上場。首先是去傳播室總裁對內中文學校做節目組開講嘅儀式。節目組代表本市嘅新嘅生命，他把人貼喺牆內中國態勢來老師嘅節目組，象徵中國文化嘅傳承。節目組之後就係社團嘅表演，結束之後會有彩牆嘅儀式。彩牆就係規則市區嘅人貼路環同心協力，本市嘅達到慶功嘅地方。始祖喺牛道從登高掉下來一把長菜。表示來年大家就會風土泰展，也做了講係代表新的生命就會開始。今年總共有80市區會在塔巴村大家大姑娘都天光。楊氏嘅村有村飯員嘅，也有印度老飯員共下合作嘅，看得出來當年來文化交流融合，慢慢地影響到亞洲嘅印度人。另外一方面，也係塔巴村嘅飯員越來越多移民到國外，使本印度人有機會來認識嘅。Tangra. So somebody told me, I don't know that some Indian people told me about this one. But why today? Why today? Yeah. Today is a special day. Yeah, because New Year. Yeah.
都会半夜声音店，他把地方黏黏的黏。将佢200公尺长的石头的以后，弄死的建设开始。有繁衍的地方，过年过节一定会中自炮的。哩哩卜卜的声，传完后到天空就停播。踏入市区当卖力的传播太极小巷，老新年的好运事该到大家大夫。按照理说，居民也当欢喜的40太风包本加上来到活度的事的。希望来年子孙平安，事业冲太前。在塔巴村待一位30年师团的吴伟年先生，佢讲到塔巴村客家诗的历史。几乎可以讲是传下来的客家诗。由81年开始就开始用30个人了。这种是因为可能最新时间多到你一帮你说30个人也追，一块全部后上条。这种是全部用那个正宗的客家人的石头，因为广东的石头做了过量过多的，都说一多后上的都采用这种石头，反正这些客家石几乎都是传。方言北讲起当初去你来到嘉义国家被反带来的土地公牌。掠下塔巴年当年过年含我来鸦片祭拜，保卫娘师的写神，以娘师的开始，以娘师的做结束。看起来当有精神的石头，娘上娘下，当场破除起来塔巴年1年来遇到生活大病的辛苦，也想起的对祖先救援的向往。